其實好多客人咧，而家咧會打童顏針啦。咁除咗打童顏針咧之後咧，要注意翻我哋面部嘅護理之外咧，其實最緊要咧都係要 keep 住按摩嘅，連續翻5日，咁每日按5次，每次5分鐘。咁第一類咧就係一個叫高階版嘅韌帶提升嘅注射按摩。咁每次咧，其實我哋醫生咧亦都會喺韌帶呢啲位置咧去進行注射嘅。我哋嘅按摩手法咧就會由顴骨位置拉翻住呢啲皮膚，然後打圈去按摩，按翻落去韌帶嘅位置，打圈按，接近一個髮線嘅邊緣地方，係啦，呢啲位啦，我哋都係需要咁樣去按摩嘅。咁樣咧會幫助翻我哋注射咗童顏針啦，令到佢更加吸收，同埋令到佢刺激翻膠原增生得更加好嘅。咁所以你亦都可以喺呢啲位置兩邊啦，亦都係咁樣打圈按摩。力度上咧唔需要太大力嘅，打圈按摩。咁跟翻條髮線邊緣，一路咁樣按落去，顴骨拉翻上去，咁樣去按摩。咁另外第二樣嘢啦，咁就會係一個咧改善翻一個深層次嘅一個膚質平鋪嘅一個注射嘅按摩。咁我哋按摩嘅地方可以由下邊開始，亦都係打圈嘅方法，打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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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令到佢可以幫助得吸收得好啲。好啦，咁下巴、嘴周位置啦，呢啲位置都係好多客人會注射嘅地方，幫助佢提升翻緊緻嘅。另外鼻基底，我哋喺呢個位置輕輕嚟按，眼周地方咁樣按出去，咁樣按出去，對上額頭地方，我哋都係打圈按摩，直至按到髮線嘅位置，面嘅地方都係咁啦。咁你哋之後就可以睇翻我段片，然後睇翻點樣去按摩啦。